呢個經節講，即係呢個雅各書1:25節咁樣講到，上帝嘅法律千萬要呢個大能能夠幫人類脫離。嗱，係講人類要做嘅反而行，行好好，行了做嘅反而去做，行了唔記得，做嘅法律去行，上帝祝福，隆重嘅聽嘅法律啥，嗱，這樣子家愛。嚟行上帝嘅法律，做嘅法律嚟行，行嘅道理嚟行，上帝祝福切家，因為嘅法律嘅真理能夠帶每個人類脫離從乜嘅呢？脫離從呢社會熱質產到切家唔有特性嘅路，脫離從切家咪呢？切家心中咪唔甘人脫離從切家為發聲，脫離從切家為不壓。脫離從切家為要少對人隆重熱切，佢能夠帶切家脫離，因為嘅法律要大能，嘅法上帝嘅真理要大能，幫人類脫離，睇耶穌嘅路，切家脫離隆重熱切，社會裏他切家冇辦法嘅，乃係要順服嘅真理，順服嘅法律得到得勝嘅路，阿門。